由澳門招商投資促進局與廣東省商務廳聯合主辦嘅2026粵澳名優商品展日前已圓滿閉幕，4日展期共吸引逾9萬人次入場，其中專業觀眾約1600人次，累計進行460場商業配對，安排咗49項合作協議簽署，將公眾消費場景與產業合作機會結合起嚟，既促成合作項目簽署，亦都為後續投資落地與產業鏈結合奠定基礎。今次過嚟澳門呢，都係我哋進入澳門市場嘅第一步，所以呢，我哋都好期待今次嘅澳門展覽可以同我哋帶來一啲澳門嘅機會啊、澳門嘅市場啊，同埋一啲客戶咁。都係嘅，圍繞住，因為我哋以前係冇接觸過澳門嘅市場嘅，咁我哋需要比較優質嘅一啲合作夥伴啦，帶住我哋一齊進步咯，喺澳門呢個市場。為期4日嘅展覽中，共舉辦逾80場豐富活動，其中約60%為專業經貿活動，聚焦健康生活、香料、一帶一路、美食產業等主題，舉辦專場配對。其中健康生活展區商業配對專場，對接養生檢測、護理產品供需。能夠走上這個平台，我覺得會被更多的人看見，優質的產品和一些優質的服務都能夠被看見，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高效的平台。有的，我們已經完成了簽約，主要是澳門這邊的一個就是保健品的這種一個生產廠家，然後呢跟我們合作，我們可以把它的產品去帶到我們內地市場，所以就說也初步達成了這些意向。然後後期的話，我們會把它的產品就是通過我們的渠道，然後去打開市場。展期同步舉辦多場與銀髮科技、養老金融、文旅等議題相關嘅專業論壇，當中琴澳跨境養老服務融合論壇以一會展兩地模式於橫琴舉辦，推動跨境養老服務標準化與產業鏈協同發展，另設一會展兩地配對交流專場，組織合作區康養園區與澳門採購商面對面洽談，促進兩地資源共享。覺得效果非常好。第一個有揾我哋以上嘅合作伙伴，第二個仲有我哋揾到我哋需要嘅供應商。我覺得咁樣嘅行業內咁樣嘅展會咁樣嘅做法，我覺得對於我嚟講係有意義、有價值。我哋親自過嚟了解呢，就深入啲咯，清楚清晰啲咯。始終嚟講嘅橫琴係我哋想嚟參與嘅地方。為推廣支持澳門首店經濟發展計劃，除咗舉辦推介會之外，招商局喺現場設置展位，提供諮詢服務，讓外地品牌商戶了解首店落戶澳門嘅詳情，同時組織會展客商到社區及商圈實地考察，透過會展平台進一步向廣東省以至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市場進行推廣，促進首店計劃與社區經濟有機結合。其實我哋喺澳門呢，係有一個經濟型酒店嘅，就喺鴨涌河街。咁喺佢1樓入邊呢，係有間餐廳嘅。咁我喺度研究緊，可唔可以同呢間印尼 Sariradu 嘅印尼餐廳係開始嘅合作。咁呢個 Sariradu 呢，其實喺印尼呢已經有30幾年㗎啦，亦都有成30-40間嘅分店。最近澳門葉編咪推廣緊嗰個首店計劃嘅，咁我哋都可能利用呢個首店計劃嚟進行招商引資，希望可以吸引到一間下拉嘅餐廳喺澳門營業啦。粵澳名優商品展自2009年舉辦至今，已從產品銷售平台發展成為深化產業對接與區域合作嘅綜合性經貿盛事，為本地及葡語國家優質產品提供宣傳推廣平台，更持續推動引進來與走出去雙向發展，既助力廣東省以至內地企業拓展國際市場商機，亦為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注入動能。